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健康大使杜大偉啊！以下落嚟呢個產品真心推介俾大家，就係呢個 Asana 360嘅補骨素啦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而家好多咧人嘅，譬如佢工作嘅環境啦，可能佢要經常喺度企嘅，或者可能做 sales 嘅朋友啦，或者經常要戶外工作，即係成日都要行嘅朋友，或者屋企有啲長者咧，佢哋嘅關節有老化嘅情況，或者有退化情況嘅話咧，咁呢個就啱晒你啦。因為好多時啦，譬如老人家有時上樓梯嘅時候，可能會個膝頭哥會痛啊，又或者個軟骨會已經係覺得或者流失咗啊，同埋平時咧大家咧會好容易企到腰骨痛啊、膊頭痛啊、頸筋破痛嘅話咧，呢個就啱晒你啦。因為當中咧有個好重要因素吸引我嘅，就係有個全新嘅蛋白酵素配方，佢又可以舒緩關節嘅痛楚啦，亦都可以強化關節嘅軟骨，同埋對抗關節衰老嘅，所以絕對可以幫到大家嘅。如果想了解多啲嘅話，可以嚟到我哋彩點有限公司嘅攤位 F02同埋 F05，我哋到時見。Asana 360補骨素具有兩大速效酵素 SOD 酵素及 Cerezymes 補骨蛋白酵素，快速改善關節痛。9大精純止痛修補成分、修補軟骨成分、環球高效關節保健成分，92%用家見證有效。現時市場價格370元，而健康博覽優惠價288元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